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要继续来看摩西的故事。前几天有人来甲我开讲，开讲一半，伊突然间问我讲：“牧师，你摩西讲遐济讲，已经伫要3个月到底摩西当时才会死？咱今日就要开始讲伊的死亡，但是因为伊是伟大的人物，袂当遐尼简单的死，所以咱分几讲来分享。要领受上帝的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你搁一遍引带阮来到你的面前，透过你的话，阮搁一遍领受祝福。主啊，阮恳求你帮助阮备办好敬虔的心，阮有智慧去思想你的话，也求你伫这信息中间亲自对阮讲话，感动阮的心，也享受信心甲听心，互阮会当照你的话去行。恳求主帮助阮，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每一人拢有死，圣经中间的人物嘛相共，无例外。除了少数几位，那亲像创世纪所记载以诺。甲以利亚，列王记所记载先知以利亚，其他的人，无论我受上帝重用，拢难免爱面对死亡。以诺甲以利亚是上帝亲自来接走，那其他的人拢爱面对死亡。但是咱今日所看的这个摩西的死，非常特别，非常罕得看见。圣经安尼记载讲，摩西死的时阵120岁，有缘强壮健康，视力真好，表示讲伊也未衰退所以伊可能毋是因为破病，还是讲自然的原因死亡。伊是照着上帝的心意，照着上帝的时间，照着上帝所指定的地点来结束伊的生命。咱若详细来看摩西的死。是记载伫《申命记》的34章第1节到第8节。圣经安尼记载讲，上帝罗卜摩西死伫摩押地，拄亲像上帝所讲的，上帝将伊埋伫伯比尼城的对面的摩押山谷，一直到今仔日，无人知影伊埋葬的所在。所以今仔日无人知影摩西会墓伫倒位，伊埋葬伫倒位这咱后礼拜咱会来说明这为什么会安尼啦咱今仔日要来看摩西伫要死之前要离开这个世间之前，伊对上帝求一件代志。但是咱来看伊真诚心对上帝恳求，但是上帝介绍无照伊的心意来予伊咱来看这段经文就是咱今日所读的申命记第3章23节到29节。伫圣经中间，咱看到摩西时常咧替别人恳求，然后伊替别人恳求，上帝拢照安尼去做，拢有照伊恳求的去做。真少为着家己求，但是伊伫要死之前，伊求这件代志，伊求啥物？伊为着家己会当进入迄个迦南美地来对上帝恳求。咱拄则所读的经文安尼讲，迄个时阵我恳求上帝，至高的上主啊！我知影你向我显现的，不过是你伟大奇妙作为的开始。天地之间，无任何生命会当做你所做的大事。意思讲，上帝若要应允这件代志，上帝一定会答应。伊讲主啊，求你准我会当过约旦河，去到迄个肥的土地、水的山谷、山区，甲黎巴嫩山。伊对上帝恳求这件代志。互伊会当过这约旦河，去看迄个上帝应允的迦南美地。结果上帝无答应。咱看到圣经讲，因为恁的缘故，就是讲因为这群以色列百姓的缘故，上帝对伊生气，无听伊的祈求。伊对我讲：够啊，毋通阁我提这件代志。倒来伊讲过，无要互你入去，就无要互你入去。你安怎求都无路用。所以咱看到这咱来小看卖，摩西实在真毋值得啊！伊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目的就是安那，要入去个应允的地嘛。结果伊开40年的时间，接受上帝的呼召，完全顺服上帝的命令。结果到落尾，伊家己即个心内即个愿望，竟然上帝嘛无应允。所以我才有一个题目叫做抱憾而终啊，心内有遗憾，来死亡。摩西为什么袂当入迦南地？咱要分两个层次来讲。咱的迄个周报内底大纲，是我写毋对，咱来调整一下吼。咱分两个层次来看吼。为什么伊袂当入即个迦南地？第一个就是讲，咱来理解来讲，圣经吼是一本属灵的册，所以内底拢有迄个属灵的意涵嘛吼，属灵的意思。吼，意思讲，圣经是记录上帝救恩的一本经典，所以真侪所在拢有甲上帝即个救恩有象征式的关系。所以伫遮吼，咱看记着摩西是啥物款的代表？咱若圣经中间讲到摩西，就是咧讲律法嘛。今仔日摩西要求要入去应允的地吼，上帝不准吼，是表示安那？表示讲靠着律法，你无法度得到上帝的应允呐。只有靠着啥？靠着约书亚嘛。约书亚是啥物意思？约书亚是上帝是拯救的意思。伊若来翻译做希腊文，就是耶稣啦。只有靠着耶稣，才会当得到上帝应允的迄个真实的稳定。所以伫遮有一个属灵的意涵，靠着律法，咱无法度得到上帝应允的稳定，只有我靠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恩。所以伫新约时代，咱看保罗的所写的批信，拢咧咱讲这，靠你家己的拍拼，靠你守律法，你都无法度得到上帝应允的迄个救恩嘛。只有我靠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所带来稳定。这是圣经的属灵的意涵。但是吼，咱嘛是抑阁有疑问。虽然讲摩西袂当进入迦南地有伊属灵意义，但是伊是为着啥物缘故被上帝禁止进入迦南？咱来看，其实圣经有记载这段，咱详细来看。这段记载叫做加低斯事件。加低斯是一个所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来到这个所在，叫做加低斯，伫遐执命。但是伫遐无水啦，所以百姓因就组织到摩西甲亚伦遐开始埋怨因啦，讲你若我对埃及带出来，阮伫埃及原本是虽然是做人的路在，但是至少有食有啉，来到即个所在，啥物拢无，无啥物无花果树啊，无葡萄啊，无这食物互阮食物，甚至连水嘛无通啉，所以就开始埋怨啦，摩西面对即群这乌合之众真正真受气这时阵上帝就对摩西讲：你起来约柜头前迄个管仔摕来你甲亚伦要集合这全体的会众，然后遐有一个石盘恁徛伫迄个石盘面前，对这石盘讲话，水就对这石盘冲出来，安尼你就当互人民甲精神啉即个对石盘冲出来即个水，但是这时阵摩西真受气啊，所以组织这个百姓搁伫遐吵闹闹，所以就真受气圣经记载讲，伊就对这个人讲恁这个叛徒，听咧那阮应该叫石盘流出来水，互你啉嘛所以伊就真受气，摕一支管讲这个石盘讲两个啦，叫水就冲出来但是这件代志上帝真无欢喜，上帝真无欢喜。上帝责备摩西甲亚伦，讲因为恁伫以色列人面前无够野的信心，承认我神圣的大能，照这段记载上帝是叫用讲的就好啦，你伫石盘面前用讲的就好，结果安那，伊搁用这管仔讲两个，表示伊对上帝无够野的信心，去承认上帝神圣的大能。所以你袂当带因进入我所应允所享受的土地，所以圣经记载就是安尼啦。因为摩西犯了两个错误：第一，无够野的信心；第二无尊主做大。第九，伊无法度进入迦南美地。所以诗篇106篇
32节到33节安尼讲，因伫米利巴水吼，就是即个所在哈，甲历史即个所在，互耶和华生气，甚至摩西也受到亏损，是因为因惹动伊的灵，摩西用嘴讲了吼，急舌为话吼，所以摩西直接生气，至到伊无法度进入迦南地。但是咱咧想讲吼，对咱今仔日看讲，这个是一件小可代志，吼。摩西安尼付出40冬，因为这个小小的动作，煞失去这个机会，咱嘛感觉真毋甘了。而且上帝吼，看个真残忍的，咱拄则所读的经文吼，伊个带伊去一个山顶吼，伫比斯加山顶对无？叫东人西北安尼拢看一遍，吼，讲遐就是迦南地，你有看到对无吼？但是你袂当入去，互伊看会到，食袂到啦。吼，伊讲，你交代约书亚，吼，来训练伊，吼，帮助伊，互伊勇敢，伊会带以色列人过去。但是你袂当入去。有时阵吼，咱是来想袂通吼。摩西所犯的这错误，敢真需要上帝安尼对伊吗？如果你若是摩西，你会感觉安怎？上帝为什么要安尼做？伊军队上帝服侍上帝40冬，今仔因为这件代志受到这么严重的处罚，咱毋知上帝意思是安怎。但是牧师上一段时间了吼，我想到几个理由啦，吼，想到3个理由，今仔要甲大家分享。咱若对一个无共款的角度去看吼，咱比较会当接受上帝的安排。因为上帝安尼安排，其实有几个真重要的原因啦。第一个，就是咱爱理解，就是讲，摩西无进入迦南地吼，看起来是真遗憾嘛。但是对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是上帝互伊休困的。咱知影，伊后半生已经为着以色列人即群常常埋怨的乌合之众，费尽心力。如果伊个带领以色列人，过这个约旦河进入迦南地吼，虽然是去承接迦南美地，但是安那爱征战呢？已经120岁啊，所以上帝互伊休困嘛，互伊休困因为伊若个入去爱去继续征战伊若无战死嘛有即群人去死所以上帝互伊休困，互伊安息。因为这件代志对一个120岁的老大人来讲，确实是一个重担。所以咱来理解，上帝互伊交付，将这个互伊交接互约书亚，这个代志交接互约书亚，互伊本身会当得到安息。所以咱来理解就讲其实伫咱的信仰来看人的死亡毋是一件绝对的歹代志。当然，如果你若无得到永远活的愿望，死就毋是好代志，因为咱必须要面对审判。但是如果你已经得到永远活确定的证据，死亡反倒当是一个永远活的开始。所以上帝无让摩西进入迦南地继续征战，对摩西来讲，检采是一件好事啦。这是咱来理解。第二项，咱若对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咱看见着其实摩西进入迦南地去承受迄个迦南美地，其实袂通赢过伊伫40冬中间，甲上帝3冬行的美好。上帝伫旷野，摩西伫旷野40冬，时时甲上帝同行。我感觉这就是上界大的恩典。虽然伫旷野有真侪挑战。真侪困难，但是摩西时时刻刻是甲上帝同行。这种经验已经赢过去承受迦南地的产业。咱来理解圣经中间有一句话，这是诗篇16篇的第5节，讲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分业。这段经文是大卫所写，是大卫被扫罗追杀伫亚弗的旷野。伊伫遐咧迷的时阵伊所写，迄个时阵咱来理解，伊所有的产业拢被扫罗王没收，连家己的某米甲，扫罗王嘛拢送互别人。
伊家己一无所有啊，伊连点仔产业嘛无。就是即个时阵，伊讲啊，伊讲野花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分野。过去台北可能有牛有羊，这是伊的产业。伊可能住伫中殿内底，有家己的厝体，这是伊的产业。土地是伊的产业，萝卜是伊的产业，伊的钱运是伊的产业。但是即马所有的物件拢无啊，伊才真正明白一件代志。伊的产业全部拢是伫上帝遮，有上帝甲伊同在，才是伊真正袂失落的产业。咱看见着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了，每一族拢有分配土地，只有利未之族，什么产业嘛无。但是上帝来讲，我就是恁的产业，我甲恁三甲地地，这是上界美好的产业。所以咱来明白，生命中间。上界美好的产业，咱是上帝甲咱三甲地地。圣经中间安尼讲，以色列人中从来无亲像摩西这款的先知，上帝捌面对面对伊讲话，这是伊生命中间上界大一个恩典，上界大一个福气。伊已经得到这至宝贵的，这宝贵其实是超越过伫迦南地要去承受的产业，所以我相信伊无遗憾啊。伊生中间无遗憾，而且咱若详细来看，摩西敢真正无产业，伊伫地面上可能无产业，但是咱来理解，伊伫天顶的确有产业。亲爱兄弟姊妹，咱的信仰甲咱讲吼，地面上的产业是暂时的，有一天咱拢爱放杀，咱拢爱放手啦，咱无法度将伊带去天顶啦。天顶的产业才是永久的，才是真实的。咱来看一段经文哈，这段经文是记载伫彼得前书第1章第30到第40以及第70哈。这安尼讲哈，这是彼得前书的作者写的哈。愿俄乐归伫咱主耶稣基督爸上帝，爸上帝，伊捌照家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对世人中国我，互咱得到定条生。互咱有活泼的愿望，会当得到迄个袂当朽坏、袂当拍拉残、袂当衰残，为着恁存留伫天顶的基业。第70讲，互恁的信心既然被试验，就比迄个被火试验有完会歹的金更加宝贵，会当伫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得到恶乐、荣耀甲尊贵。我需要对这段经文来甲大家做伙思考。伫天顶迄个基业吼，有3种真重要的特质。第一，这个伫天顶的基业吼，伫天顶的产业是安怎？是一个永远的愿望，永远的愿望。意思讲，伊是一个活泼的愿望，是互阮的生命会当得到顶头生，一个永远的愿望。这是咱一定爱理解。咱的产业就是。咱来在咱地面上吼，咱的肉体生命有一天会结束对无？啊，每一项拢爱面对。但是上帝所赏赐咱这个产业吼，是安怎？是会当延续这个，人肉体的死亡，毋是一个结束，是会当继续延续落去。伊是一个永远的愿望，而且是一个真实的平安甲喜乐的愿望。我捌听过一个。姊妹的分享哈，这姊妹哈，伊咧分享，伊讲伊甲老爸吼，的感情非常非常好。啊，伊因为伊甲老爸吼，安尼相依为命吼，两个人感情非常好。但是这老爸渐渐年老，年纪渐渐大吼，身躯都有真侪病痛吼。啊，有一届破病真严重吼，伊来送去病院吼。啊，伊真烦恼，伊讲哇，老爸。破病遮尔沉重吼，啊！伊心中嘛真挣扎吼。伊伫祈祷中间，伊求上帝讲：主啊，你敢会当吼留我的老爸的性命吼，啊，互伊会当甲我吼，搁较久淡薄啊，搁斗阵搁较久淡薄啊。啊，但是伊的老爸破病实在是破甲真沉重吼。啊，有一天伊伫咧灵修的过程中间，伊有一个感觉，伊感觉上帝咧对伊讲话。上帝问伊一个问题，讲：
你感觉吼，你的老爸甲你斗阵较好，还是甲我斗阵较好？而且姊妹吼，伊听了这个问题了吼，伊较真心了解讲，其实吼，人的生命总是有一天来结束。但是一个有5万的生命，迄个肉体的生命，毋是完全的结束，是去到上帝遐，有上帝甲咱斗阵，是享受迄个永远安息的快乐。所以吼，伊毋通遐尼自私啊，硬要将老爸留伫伊身躯边。其实老爸去到上帝遐吼，是更较好。所以伊着学习顺服上帝的心意，因为一个有永远5万的信徒，心中是面对死亡是充满平安的。这点咱一定要理解。咱伫天顶的基业，都是一个永远活的5万，这是第一个特质。第二个特质，咱伫天顶的产业吼，是永远伫地的基业。圣经中较用3项代志吼，3个形容词来形容这个基业。第一，就是伊袂朽坏，袂朽坏吼，除了这个袂朽烂的意思以外吼，嘛指吼袂当互别人夺取啦。因为咱来理解伫巴勒斯坦迄个所在，真侪战争嘛吼。今仔你有真侪牛羊。若烧战的时阵，对敌一攻来，你所有的牛甲羊拢去抢了，这产业就无去啊。你可能原本都有一块土地，但是对敌一攻来，土地去占领，你所有拢无去啊。这就是会朽坏。但是咱伫天顶的基业吼，是无任何对敌会当将咱对上帝恩典中间抢走的，是袂朽坏。耶稣嘛安尼讲。讲毋通为着家己积住财宝伫地面上，地面上的财宝是安那？虫会来咬，会朽坏，会有贼来偷。积住你的财宝伫天顶，天顶的财宝吼，是一切拢袂当朽坏，虫袂来咬，嘛袂烧坏，嘛无贼来偷。这是咱天顶基业的一个真重要的特质。第二项是袂拍垃圾去，有的物件拍垃圾去。就无路用啊！但是咱伫天顶的基业是袂拍垃圾去的，种产业是袂受污染的，是永远清气的。第三是袂衰残，咱今日所保存的物件，大多数拢会衰残。你看到一个芳花真水，无几工伊就凋谢。但是咱伫天顶的基业永远袂衰残。所以袂朽坏、袂拍垃圾、袂衰残，这是咱伫天顶的基业一个特质，是永远伫地。咱得爱用咱有限的生命去换出这个永远袂变化的产业。最后一项，这伫天顶的基业是永远荣耀的基业。亲像伫咱拄则所读的经文第7节中间所讲，伫耶稣基督显现的时阵，咱要得到恶乐。荣耀甲尊贵，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来理解咱今仔比摩西更较好运，因为上帝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对世人忠告啊，互咱得到顶头生，互咱有活泼的5万，所以咱来把握这巨大的福分，来接受耶稣基督，才会当得到这个属天的产业。而且，个另外一个更较重要的代志。当咱接受到这个永远属天的基业的时阵，咱就爱来参与。咱今日是咱教会所定的宣教纪念主日，就是讲，其实咱基督徒用咱的文书、咱的才能、咱的金钱、咱的时间，投入宣教中间，特别是上帝国的宣教，这是上较有意义的，就是积住财宝伫天灵。你今日为着咱的宣教事工来祈祷、来奉献，咱就是积住咱的财宝伫天里，这是值得咱去投资永远的事业。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请咱做伙为着咱教会宣教事工来祈祷，而且上介好就是你本身就成做一个宣教的器具，用咱的生命来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愿上帝帮助咱，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领受你的话，求主帮助阮，会当照安尼去行，来荣光你的性命。
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